顶礼拜宣誓就职的尼泊尔临时总理卡奇，当时表示讲，伊的回应示威者的诉求，一定会打击贪污哦。伊嘛强调讲，伊家己绝对袂流乱权力，敢若做半当就会交接。我本来无要做这份工课，不过因为街头人民的赞声，互我国不二种徛出来。这是尼泊尔临时总理卡奇自顶礼拜5 12宣誓就职了后头一届公开发言。伊表示，伫明年3月7日大选了后，把权力转交予新政府。मागहरू गरेको हुनाले त्यो पुरा गर्नलाई हामी तपाईहरुले अठोट गर्नुपर्ने अवस्था छ। सक्दो हामीले के गर्यौं भने 6 महिना मात्रै अवधि त्योभन्दा बढी नबस्ने।今年73岁卡奇洪任命做总理，是因为超过70人因为反贪污的抗议来往生去。然而，这种抗议落尾是引导尼泊尔政府要做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刑上清廉的伊，强调家己袂流乱权力，这是一份服务人民的工课。来度过这段期间。Going forward, I want my Nepal, my country to be corruptionless. We did had a lack of opportunity. 这个月7日，尼泊尔因为社群媒体禁令引发反贪污的示威，所称为少年人放火，暴力占领国会，首都机场只好关开。总理奥利宣布辞职。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这场风叫做是2世代起家的抗议出事，来自非政府组织咱尼泊尔青年领袖古良。在政府封锁社群媒体了后，咱尼泊尔有缘透过 VPN 虚拟私人网络搬墙，发布行动，靠少年人做回来。咱尼泊尔伫 Discord 早期大文影响力真大，甚至互国家电视台应用。伫暴力升级了后，各当飘出可能是假消息的大文，也分享病院的电话号码，落尾搁说服尼泊尔的总统甲军方的司令，互因为经历反贪污来出名的卡齐接管政权，担任看守总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